遠洋從2006年進入中山以來，不斷重新定義乜嘢係豪宅。遠洋城，富人區嘅代表。遠洋世家，如果無記錯係中山第一個單價突破2萬嘅住宅盤。呢次遠洋天住都一樣。遠洋天住位於中山市南區永安一路，往南唔到1分鐘車程可接入南外環，往北5分鐘到博愛路。距離樹木園公園直線距離約600米。項目1期已經售罄，目前在售係2期1、2、7棟。2期品質在1期標準上進一步提升。在售面積段3個，分別係116平方嘅4室2廳2衛，142平方嘅4室2廳2衛，177平方嘅4室2廳3衛。呢次贈送面積好多，實用率好高。關於裝修風格，網上有講叫奶油中古風，文字好難形容，或者我哋睇樣板房吧。裝修的標準非常之高，並且採用咗各種高端裝修品牌，比如華為智能門鎖、東芝開利中央空調、歐派定制櫥櫃、鏡櫃、月櫃、細有實木複合地板、漢斯諾亞浴室龍頭、淋浴組合、馬桶。2期打造中山首個華為鴻蒙智家系統，通過華為配備嘅中控屏或手機專屬 App， 就能進行全屋操控。同1期一樣，2期採用時下中山豪宅盤流行嘅下沉式會所設計，會所內設置多個區域，自然科技手作坊、共享書吧、健身房、瑜伽室、高爾夫球練習室、私宴廳、游泳池等。滿足咗高端業主群體各種需求。2期園林面積比1期增加咗50%。園林景觀設計採用3重搭景園林，有巧妙嘅天窗設計，可將自然光線引入庭院，與冬青樹等植物相互映襯，營造出自然樸雅嘅意境。同時引入咗大量具有4季顏色嘅療癒性植物，如紅果冬青、澳洲火焰木、大福木棉等等。只有做不好嘅房子，沒有賣不好嘅高品質住宅。遠洋重新定義咗南區。